4月初3，花莲7.2大地震，毋但造成严重的伤亡，美丽山川甲大地嘛损断甲真厉害。中环公路嘛搁一摆伤痕累累。中环公路1960年完工通车，总共有1万多人参与这项艰难的工程。但是1999年的9日大地震，嘛甲人定胜天的思维摇摇荡。尤其是国关到德基这段25公里长的道路，到今也咧关闭，敢若开放当地居民来通行。经过24年的休养期，政府评估中环的地质伫2025年会来进入安定期。行政院虽然伫2024年的2月来通过中环会当继续起的可行性的评估，但是部分呢地质学者甲土木技师也是持保留的态度。到底居民的期待甲大自然的挑战要安怎处理平衡？中环的未来要安怎来选择？来看咱特别制作的专题报道。这条路有一个名称叫酿地之路，死伤了225人，一凿一斧之间去垦出来。中断20几年，我们真的日盼夜盼，偏远山区哪无这条路，根本就没有离山了。中湖便道受921地震的一个影响，伤筋动骨了。我们是希望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山区道路建设方式一定要有新思维。2024年4月初3，规模7.2的大地震震撼全台，中环公路又搁遍体鳞伤。哦，差点GG！啊！不是吧？未堪的大地震，山河变色，侵含危机的道路生存前万分的危险。来，跟上，脚步加快，小心。往台中国馆的方向行，中环变道同款真正力。地震后第一时间，公路局人员冒险前进。起风哦，小心哦！看着桥，不要看上面我来看。16.4K 大崩塌。安邦场大概有80到100公尺左右。中环公路因为是台湾工程界骄傲，经过几摆天灾洗礼，过去的绝美公路有数处亡灵。在前往中横的途中，我们的目光实在无法离开这一大片光秃秃的山头。山崩地裂，山被凿空。大地震后的大量落石将中横切割得支离破碎。921刚发生完了以后，那时候的这个所谓的中横，事实上是有如人间炼狱啊，一定所有的道路全部都崩毁了。国军直升机沿着溪谷再度向中横山区滩落的古关到德基路段飞行，沿途看到的还是不断从山顶掉落的土石。921的时候，曾经这个路段是全部断掉，甚至他们要进来抢修的时候，需要在车子上面再摆一个弹簧垫，因为那个每天都在落石啊。余震又来了，突如其来的落石还是让公路局硬生生又折损了一部运输人员的厢型车。921的隔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余震叫0517，那忽然间一个石头就掉下来，同仁被砸中，当场就死亡。同仁全部都在公路段前面跟他致敬，说：“哎，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哦，这样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悲壮的一个故事。1999年921大地震重伤中环公路超过80%的路坪毁损，24年过去啊，因为有部分的路段也未修理好，无法度通行。青山的顶线曾经是中环公路国馆通到德基方向的交通要道，今啊却是大地风烟蔓草中，真少人行。我们现在在青山上线的霸新路口进来大概50公尺的地方，那我们来探寻一下以前上线的一个状况。这就是以前在走的柏油路面。那921坏掉的时候，
隔年公路总局有试着去努力在抢通这一段，那也有通行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太危险了，因为那时候抢通的时候，我看一些照片是，连护栏都没办法摆。沿道拢是石头的旧车都继续行，球体变形的路标无啥琐碎，差不多和世间人放袂记起的公路地点。以前的在台八线的里程牌，它是有标注海拔的，那我们现在在做是没有标这个里程牌。以前的里程牌都是每500公尺设一个，你要是不小心在里面不晓得人在哪边的时候，你帮我报位置给我，我们就会去帮你定位出来。对着公路局人员行，掀开青山的顶线，电风25档的神秘的面身，沿途同款真危险，危机重重。现在来这边还是要小心。对，所以我们帽子一定都要戴着。那其实他开凿过去，当初有用很多的炸药或者怎么样哦。你看到这个还是裂解还是很严重。哇，这个什么时候崩下来？其实不好说，白的有没有？啊，它久了之后就慢慢掉嘛，或者水渗进去，热胀冷缩把它颠亏，它就会掉下来，一片一片这样掉。哇，这里是一样很破碎啊。那好像以前都大过了。没错。再往前走一段。921地震之后呢，这个中横公路的青山上线就中断至今，到目前为止已经中断了20几年了。其实这些年来，公路局也有尝试着想要抢通，但就是不断遭遇来自大自然的挑战。你看这里也是比较白的哈，但是这里有曾经剥落。这个可能最近掉下来的哦。超大颗哎！哇！之前没有，之前车子是可以从这里过的。整颗掉下来，你也不知道它怎么掉的，非常硬哦，这个非常硬，这脚刚好车子有经过就，那不得了了，这变肉饼了。差不多比大人较悬的石头挡住去路，无稳定的路平，无定无甜就会落石头落来，这拢是中华便道的隐形杀手。我们现在在上线大概45K 加100的地方，那在不远的对面有一个明隧道。可以看到它角落那一只其实有被打到的痕迹嘛哈。那经过921地震的影响，7.2水灾的冲击等等还有之后的海棠莫拉克，造成它的石沟发育的很快土石量就增大。类似这样的一个工法，其实还是有发挥它的效用。只是说我们没办法去预测大自然会带来多大的一个冲击。为半空中来看，长差不多20公里的青山顶线，未堪要救治伊大地人的摧残，今日路段路基流失到今嘛依然历。因为921对边坡的影响还是很大因为它是伤筋动骨我常常讲它是伤筋动骨，这样的一个地质条件下要去做上线的复建，会有相当的挑战性这样子。一个监测网，有很多不同年代的，这个是被落石打到的。对，就是我常常在讲的我们如果施工人员或者你在现地巡查的人员，有看到这个护栏被打到的地方我们都要小心啦，因为这是表示这个地方石头会常常打到我们的公路附属设施落石热点。对，这里就是我讲的落石会一直下来。像这个路已经都看不到了，前面是更多，前面会更多，要小心走，那下面就是在走的下线，所以你们看到那个关系，下线这底下的护栏都是那种临时黄色的块状护栏，因为这个石头会一直往下打，它满了嘛，它持续掉了就往下打。所以我后来才会去想说，这里把它清一清，可以当成落淤的空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也是刚停下来，但是很利呢。对，这个变质砂岩很多的石英非常硬啊，很硬。以世纪大地震荡伤中环，历代地留下一撮一撮清楚的伤痕。921大地震造成中横公路6.3公里处受创严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时隔24年，中横公路的地质还是相当的不稳定，有部分的隧道还是几乎被碎石整个掩埋。6.3跟那个地方蛮特殊的它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质构造，它从以前到现在它从来没有停过。早期他们是送邮件，由德基下来的。有古关上去的会在这边汇合打个招呼，那有时候打个招呼说早安，我还有完了之后对方就被石头可能就打掉了，所以这个早安段还是听前辈讲有这样的一个译文啦。101年开始抢通以后，
也好几次被大石头打到、砸到，哦，让我们的钢丝堡也毁掉。所以现在我们钢丝堡大概1到2年就要把钢丝堡坏掉的地方重新修复换掉。明水都市工研人员避免土石伤人，维持公路通行的因应对称。严格认为，始终难以甲大自然对抗。伫原来挖起的山路，33岁货运业者吴仲汉，正无用赶路对老爸一件一件去过这园收货。最辛苦哦，对，可能就日夜颠倒啦，然后有管制的时间，赶不到就走合湾山，可能差2个小时，司机就会比较累啊。67岁吴建基，农友拢叫伊阿基伯啊。40多年前，伊来到梨山走货运，见证中华风光一时，地震后繁华如今。中横就是被地震弄掉了。中横给我们居民通车的时候，第一台车子就我跑啊，哦，开起来很恐怖，整路没有看到什么，整个山光光的，整路都是石头。就我自己一个人哦，开得怕得要死。整个大梨山地区高山的农业甲货运业者，因着中华公路相生相依，这条公路通也是无通，关系到因的未来甲生活。上一个台风，中横南投那里很严重嘛，然后就不能走，古关也封路啊。我们大家都走宜兰出去，宜兰出去油钱可能就要多1倍吧。伫梨山走货运，我开始体力更加都要准时。下晡4点，吴仲汉赶紧去到中华管制口报道。就因为他只放行4点半嘛，他最晚到45分。假如是超过时间的话，就不能走了，我们就要掉头。中横公路台80、37线每天只有3个时段开放通行，分别是早上7点、中午12点以及下午的4点半。现在正好是下午4点半的开放时间，我们看到有许多的车辆正在通过这个管制口，但想要从这里经过的民众，还必须要有一个特殊身份。你好，大明这边，大明，对，大明电话。车阵中，管制人员一律对身份除了在地人、业者甲工程人员，其他一律拢袂当放行。这个卡片就是我们走古关德基临时变道的卡片。这张卡片要申请，只有我们梨山居民，然后我们托运公司去申请才请得出来。如果没有这张卡片，可能会不能走哦。虽然山路无平歹行，在地人依然拍拼行出一条活路，因期待继续起中华为在地产业带来一线的生机。因为中华全面的开放到底可不可行？2024年2月16日，行政院通过台8号线国关到德基段福建可行性评估，将针对青山下线现行路段，新起9座桥梁甲6座磅坑，透过底桥底磅坑方式撇开较有灾害的路坪甲路段，总工程费将近206亿，估计上近2037年才会当通车。这10几年来，我们看到中横变道里面很多的工程，其实都会超乎我们大概工程人员能想象的一个地方去发生，防不胜防。那与其这样子，我们就不要去跟大自然的边坡去做一个对抗，我们就用短桥、短隧道去把它接顺，避开这样的一个危险的灾区，也确保用路人通行的风险能够降到最低。这样子，当地人的诉就是当然越开越好。中横的中段20几年，我们真的日盼夜盼。那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高兴。等到现在了，哦，这等的时间真的是蛮苦的，这出入都根本不方便。不要认为说梨山人很少，所以我不要花很多钱、花很多精力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希望说，在施工的期间呐，工程跟人的通行它是并行的。我相信以目前的技术，应该他们是可以克服的。掀开历史，1999年911大地震，2004年闽独立风台造成中华国关到德基路段彻底全了断去。经过抢修，2012年有条件通车，
开放在地民众一港34段通行。2018年进一步放令开放公车一档行，但不外民众共款袂当行。在地人争取真侪年，中环继续起总算看到曙光。延波地质学家甲工程专家议员提出警告。最重要的是，大概从河谷一直沿到整个山顶上都是这个沙岩。这种沙岩是比较破碎啊，你只要下雨、台风的时候，它就会有落石，会有小规模的这种崩塌。那当然，在上面行车来讲就非常危险。我觉得我们工程师也开始慢慢的必须要谦虚的认为。人必不能升天。你在一个不应该修路的地方修了一条路，其实某种程度你是去骗人、去送死了。当然，以目前的我们工程的手段上是 OK 的，那只是说它的要花200多亿。别忘了叫做什么维护经费。你在做这些工程的时候，你对附近的环境生态造成了多少的破坏？那这些东西都考量清楚了，然后我们再来决定要不要续建。中环地质脆弱敏感，引起学者的烦恼。点开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立体灾害监视地图，定位中环的编导实际加讨看卖。六条头甲岩石一帮等等天然灾害导致，结果发现讲中环编导差不多全线都甲灾害风险高度共存。我们还有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概念，一个道路不是你在盖完之后就没事了，我们希望摊开在阳光下探索。每一条这个道路修了多少钱，然后让我们去评估说，它后面的工法有没有用。我们是希望一条这个安全回家的路，但不是一条花了10几年才得到一个表面上暂时安全的路。那我永远回家是遥遥无期。我山势弯弯弯弯向前行，中环公路的未来充满着未知甲挑战。无论是改善交通，还是再现离山风华，唯有打造一条安全转去的路，畅快台湾一卡子，中环公路才当绝路丰盛。